阳来财切罗，康给罗这这尼尔这在你的南达拉萨维，这尼尔点个这就是说你这托个来波恩西，看到是别在来马里埃米达的那几则月。若做更来不及，大家也来这样的做。若大街多年末年落，离开这座庄子街，马的木材对年个今年现在让这那，今年大街大街大街，应得立作加线推个。正朝这代今年接着大理木是。站边养懒惰。Om Arabazana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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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o Chende Chechen Chera Osenje Dale Tumo Amambara Sane Kata Tenche Shule Tobai Lote Bobe Nawa Do So 好，那我们今天打开一下，为什么今天会议没有？好，这个的名字叫并且苏南这边宣布修错啥，然后呢，它的名字帕钦帕钦基地的意思是呢，仙冠的意思是帕钦基地，对。然后呢，帕基基地的那个里面的内容，下期，然后呢，这里很多很多不同的很多，然后呢，我们说今天这里看一下这个部分，得一点点看一下，不用太看很多。那个是加松，加松是什么呢？那个观音三宝的观音三宝，三宝是什么？这是加松，对。经典里面的加松是什么样子的？你们看一下啊。我们说不用太全部呢，简单的它的那个星象是什么？我们看一下。对，好，呢，我们这里看对手教师就是这里，对，教教师对教师的意思是呢，三宝的意思是归三宝的，对。然后呢，这个有很多很多，他结巴郎啊，那苏拉给鸡，那个那个苏拉里，这孙南巴小比举报为什么有为什么有归三宝为什么没有归四宝？为什么没有归五宝？为什么只是有三宝？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驾驶者我就是驾驶的星象是什么？所以我们看星象看那个第二个，其实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对，有5个，这里说啊，对，但是我们要这个是级别的，一定要看这个，对，我就是那个是参议就是星象。名下跟星下的单株是我就是星下。好，那星下开设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下去下下星下在哪里？对，这里是
你把我写吧，我写吧就是心下写吧的意思。这个也是有两个，一个是粘体代表里，粘体代表里就是我声纹的部分的。然后呢，第二个是天切比例，天切就是我们大成的。对，好，那我们是看的是大成的。对，好，那大成说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里面。第二个，第二个，你把天气被落叶的天气吧的意思是呢，大成他们说的那个三宝是什么样子的？对，好，它的名下是什么呢？这个是三间工作，三间工作，三间建筑给我，意思是呢，那个归佛的那个归佛的归佛是名下，他的心下是什么呢？他的心下是从这里开始的。底马些说言的结党定别，将来他土的三个工作给我。然后呢，这个是第一个哦，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人那个罚的归罚的那个上面、里面、多面说言的结果。个人的定别破拒就南上点吧，去跟出给我，去跟出就是罚。对，那第三个呢，生的那个是日照给人的刚阳人话当定别破壁干啥，肯定跟出给我，肯定跟出。对，这个是给的跟做给我。那这三个就是那个是我们说简单的说的话，那观音三宝是什么？那我们就说，呃，三根棍球是什么？三根棍球就是地马些说也在接打点呗，将来他的三根棍球。那上面你们都没说，人的结果港人的点呗，不就就那双点吧的，去跟做给我，就是去跟做。那人着这也得刚要的话都点呗，跑比刚少，人的跟做给我，对，是这样子的。好，到这里的时候呢，还没清楚了，对吧？那你妈先说眼袋结，那个眼袋结是什么？你妈先说眼袋结是什么？所以你妈先说眼袋结哪里有，它就是佛，归佛的佛。对，那个眼袋结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说，对呀，东部州的东部这是结有的，结是什么呢？就拉玛勒，就拉玛，一个佛经的名字。地马西去论记着，经济经济多门把切到这段泥巴的，第二等比三千年结送，这个是眼对接就也得那分的说的话，那眼对接这里说了，第一个的那个眼对接，地马西把人胃不好，那眼对接有嘞，眼对接是什么呢？这里说地马先把让人那么大给眼对，论起只把那个那么大给眼对。登记出把罗本那么大个烟袋，烟袋在年上扎多给多出左边，自己多门那边烟袋，那就打几年前边烟袋，对下了这位烟袋，第五个，这样我8个都有，这样8个我们现在不用写，因为呢，我们那个写的话，我们就要花很多时间。那今天最主要是什么呢？我们是真的是那地马线所言的这档点别，咱呢探讨的3个工作。好，那这里开始上面、里面、东面所言的结果，个人的点别，或者就南向点吧，去跟着给去跟着对。那人着这样的刚有的话的代表普遍抗杀，跟着跟着，
这个一定要了解。那这样就这个了解就是那个以后那三宝是什么位的时候呢？那关于三宝的那个三宝是什么呢？就是你妈就说人家阶段里面，家里他们的三界建筑，上面你们都没说人家这波个人的里面，或者就那说电把的去建筑，人家这的刚一说的里面，旁边工作的人的建筑是这样子的，对。好，那我们简单的说的话，那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三阶建筑，刚刚那个是你妈就说的这边三阶建筑是什么呢？我们就是没有那个简单的说的话，没有什么烦恼，那功德满满的，这个就是佛。比如说是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子的，烦恼一点点烦恼也没有了。那所有的 knowledge，所有的功德都应该都有的，就是佛。好，那法是什么呢？去根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菩提萨埵的心下的菩提萨埵的心下的那个菩提心跟慈悲心，这些就是法，真正的法。对，我们说讲究三辈之者，理解全部讲究三辈之者，讲究个三，就是这个是呃菩提萨埵的菩提心就是法。那僧是什么呢？根对根就是什么呢？就是菩提萨埵。对，菩提萨埵他自己是根对根触，那他的心下的那个菩提心就是去根触法。那什么烦恼都没有，所有的眼界都有的那个就是常给滚球，是这样子的。对，这个是真正的，没有错的。对，那还有些会说，那常见根就是什么呢？简单的说，这个课本里面的那个经典里面的，第嘛些说人的解读里面，讲的他的三界根球。方面里面都没说人对这波个人的这边破旧就拿上电吧去研究，人着就有点刚一点的这边破壁杠上，人都研究是这样子的。那个是你们，如果你们想在那个自己想看的话，没关系，等一下我那个课本PDF 就是给你们，所以你们自己可以看一下。好，等一下一下。嗯，就目前所用电给谈电被夹呢，他吐的商业跟嗯。球给我谈。对，就是长期跟着给我在那这个的，青年在那这个的，对，青年就是那个明星下，对，长期跟着，商业跟着，那去跟着是什么？嗯，上面你们后面所用嗯，电给不，抗溶糖电被파괴기南墙电把去对。跟球，嗯对，上面你们都没说人的结果，个人的点评，那个意思是呢，这样这么多的那个功德 knowledge，就是破解就能生点吧？那个是这个是破解的意思是呢，破八是什么呢？菩提萨埵，菩提萨埵的心下的那个能生点吧，就是那个我们的善心给啊，比如说菩提心啊、慈悲心啊。这些都是菩提萨埵，就是破戒者。男生的嘛，就是给娃就是那个不是没给我的，善心的，这些都是呢法的意思是，对对，去跟住。然后呢，印度跟住是什么呢？嗯，日照기用电抗氧溶瓦糖电被怕被抗杀跟灯跟球给我说，哦，印度跟住给我可以，印度跟住给亲你都可以啊。这个事一定要了解，你们应该已经有了。那简单我刚刚说的是一样的，对，等于那个没关系，那个是这个一个一个的，刚刚那个是第一个是这个，第二个是上面里面，第三个是宇宙的，那下面是第一个的解释，还有
第二个的解释都有，那个是八个是哪一个八一个都这个下面慢慢的也会来。好，那个弯处，那个这三个的三宝的那个你念一下。啊，好的。呃，杜马接受原点加当电比加内塔图的三个根据기호당生命に目と目そ原点개바 강룬 당电比파규기 남将电把缺根据기호 리토기原点抗氧润巴当电比파비 강사 겐 둔 근초 기호월 嗯，对，那咪咪你念一下这三个。咪咪，咪咪，你不在あ吗？あ、你念一下。トゥ、トゥマジェソ4点ゲータン、テンペ、ギャネタルトゥテ、サンゲコチョギ、ボウォータン、嗯あ三目に目と目そ4点ギャ、4点ゲーポ、カンルンタン、テンペ、タギュキ、ナムチェンテパ、チョ、チョコン、チョキ、ゴウ、リウォキ、4点間、カンヤンルンはタン、テンペ、タパクペ、カンザケ、ウンゴチョ、ギウォ对，コソ。好，那个人着节现代抗氧的话，都点被破被干杀，跟蹲跟着给我，对，意思是这样子的。那现在说那个我们简单说帕巴，那个帕巴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布迪萨多，对，布迪萨多都是那跟蹲跟着。那菩提萨埵的心里面的那个慈悲心跟菩提心，就是去跟着，对，那所有的烦恼已经到处了，然后呢，所有的功德都有的，这就是佛，对，那个是刚刚八个，这个是说不出来也没有关系，反正是没有烦恼的，就是佛。比如说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子说，对，这个是因为呢，刚那个时候我那个我们的那个相关的那个里面的三宝就是这样的，我只是介绍给你们的，其实还三宝的那个就是简单的说的话，刚刚我那个解释一样的，对。好的，那我们不用花在这里时间，你们已经有自己有准备了，所以我不用那个考试。好，那我们现在呢，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故事的书。我们故事一点点念一下。那这个故事是我们上次说过的是一点点，对吧？好的，那这个是 star not incident，嗯，
我们到这里对吧？好像是的。嗯，这里应该是这里，这里这个说过了，我觉得说过了。意思是呢，这里说你的阶级习俗什么的阶级习俗就是那个他那个用这些美用就是妈妈，她的名字祖先姐嘛。他说什么呢？他的那个墓里面的墓道的跟他的先生这些罗伊说了，他说什么呢？他墓道的是什么呢？这是这样子的，他只给说。压吉先打着先罗不拉，压吉就是那个加爸爸的名字就是压吉先打就是听一下着先罗不拉，着先罗不拉他的名字，压吉先打着先罗不拉，大力俺力阳气，大力就是我的身体。比以前轻松了，阳气就是轻松了，比以前轻松了。哪里哪里阳气，嘎着气就是比较快乐的意思。啊，切巴尔切巴尔米兰上本的大钟，切巴尔就是特别的，米兰就是那个梦 dream 梦上部好的梦的大钟这样的大了，这里没有说过吧，对吧？我这里讲过了，应该是讲过了，说过了。嗯，然后呢，应该是这里吗？学习别这样的，他的梦已经说过了。然后呢，要做些落，要做些落我听念的意思是呢，要就是那个爸爸，做些落是他的名字，他的先生的名字。兔年呢就是心比较开心的意思是兔年。对，我们那个上市呐、仁波切呐、什么什么珍贵的，这些都是比较开心的时候，我们就说兔年不的意思是比较快乐，那个比较快乐的意思。兔年呢，迎着谁了？然后呢，他的那个太太妈妈长些了，你的姐姐总说是这样说了，对，迎接谁当转身怎么了？这个说过了，说过了。到这里说过了，对吧？然后那个呢，天年啥，当时这个是玛丽白面红，这里都已经说过了。到这里我知道了，这里说过了。好，然后呢，这里说了，嗯，前面说啥？那个天年大松松的，也就说的呢，西边的感觉呢，那个妈妈的那个肚子里面的孩子，3个月的时候呢，他肚子里面叫哦玛丽白面红。然后呢，还有说，若娃生节汤切，年主于第二档站的第二档等把自己解嘛，意思是呢，肚子里面三个月，只是三个月的时候呢，他肚子里面说，哦妈，你背面红，还有说，若娃生节汤切，若娃生节多就是有一切有气的意思是。年注意对俺打站的，那地下的那个痛苦离开的意思是，地下就是那个粘着，粘着就是恶业的那个粘着，粘着有3个是什么呢？那个鸟蛙一道等着，鸟蛙就是地下，一道就是恶鬼，等着就是爬升，这3个都是粘着。那他们的那个痛苦就是他们的苦就是对念，那对念的渣呢就是离开这里的意思是。然后呢，台湾的等把自己意思是呢，希望天天快乐。台湾就是希望台湾，他们都是要快乐，意思是这样。那个肚子里面的那个孩子这样说了，见面别的意思是这样说了的意思是。然后呢，用着些妈，用就是妈妈，她的名字着些妈，用着些妈，新东记得，新东记得说，新东就是
心动就是非常，你记得就是害怕的意思，心动记得，也就是跟爸爸这些挪威语真的是的，他去他的先生那里，然后呢，他说你的姐姐洗手，你的姐姐洗手就是这样说了的意思是。然后呢，他说一进三档，这些挪威了。对，爸爸，你听一下，也是这样子的。那个不是爸爸，我们的老姑的意思是，对，要几岁的，做些路了，然后呢，大给俺都手边习惯的，大给就是我的，俺那个俺毛俺了，俺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妈妈的肚子里面的小孩子坐的地方，那个是子宫，就是俺，大给俺的手把就是在的意思是。修吧，洗吧就是小孩子 baby，洗吧的这个大孙孙呢就是只是3个月而已，大孙孙呢只是去了3个月而已呢。你的姐姐说了，你的姐姐这样，你的姐姐面临就是这样说了，意思是这样。那说什么？我们那边面红，这娃现在看不见。대화 연주에顶岸的站呢，대화的电把举起，对，他跟刚刚那个事，他再说一次，跟爸爸，我的肚子里面这样说了，接说见面行为，然后呢这样说了，意思是这样子的，然后呢，写的意思是呢，年轻的人写说嘎啦修吧，马熊娃子，写说嘎啦修吧马熊娃，意思是呢。那个孩子那个什么牙齿也没有生出来，然后呢啊、这样的那个说嘎了细胞有嘛修啊，那个细胞就是孩子也没有生出来，然后给就是那个老人给扎嘎了细胞有血管的是。好了，他说的是这样子的，斜说嘎啦子，斜说嘎啦西巴嘛说，意思是呢，那个刚刚那个是用着些嘛，他用着些嘛，用着些怎么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想生小孩子，对，意思是这样子的。年轻的时候先说嘎啦，西爸妈希望就是年轻的时候没有小孩子生出来了，给扎嘎啦就是老人头发白的时候呢，细胞就是永远的生那个怀疑的那个注射。雄安的讲究身边第八旮旯也就是怎么可能不敌萨多的转射？意思讲究身吧，就是不敌萨多的猪八就是转射旮旯也，怎么可能不会的？不敌萨多的转射不会的。卡拉因啥？然后呢，贝哈加比长治一年度，贝哈加波就是一个护法的名字，贝哈加波护法的名字。然后呢，他的枪支那个枪支是 magic 一年的，可能是一个护法的那个magic 墨水一年度是这应该是这样子的，或者是呢，加波春内会不会太快了？贾嘎尔加波就是印度的国王，称内公王去那称印度的国王，那个是称就是那个戒律的那个部分非常严的意思是，称内公王去就是很非常严。然后呢，当然到了电影永远的，当然呢，现在呢，到了我就是我了，电影那个电影就是不好的话是电影吧，就是不好的方式了，永远的就是会发生出来的意思是永远的。接到了讲车记到变车记，到了就是我，然后呢讲成讲不赢成绩。别把那个
称就是那个借力的那个一个，然后呢，别给称记，然后呢，或就是另外一个国家的名字，或称记接，顺着有往着，意思是呢，这样的那个不好的那个借力的那个犯错的，应该有我罚我的那个应该有3个，可能是会来的意思是。然后呢，扎人天被这里出给说，扎人就是那个石头的那个山，石头山的很高高的，就是天幕，这里就是最上面。出给说丢下去的，将丢下去，意思是呢自己要死掉了吗？意思是这样子的。然后呢，第三个，秋千波就是那个大海，秋千波低了，大海的这里面借就是那个自己那海里面那个掉出去死掉的，借就是 selfish 那个 suicide 的意思是，借给所是应该是要么有没有呢？让菜就是自己刀子打自己的意思是。让菜让了家里是给说，让菜就是自己的刀子那个打到自己的那个身上，然后呢要这样子自己要死掉吗？所以他们去妈妈领啊接嘛到老点西，所以这么痛苦的我怎么做？你帮我弄怎么做？你教我一下，意思是这样子的。说练习就是教我一下的意思是，对。好，那今天到这里不用太多了，我怕你们听不懂，我怕听不懂。对，是这样子的。那个咪咪，你听得到吗？听得到。那很好。档期有没有问题？呃，就还可能有一些字不太认识吧，但是格西您解释以后我就知道了。好的，好的，那应该没有问题的。那个我们的那个汪柱，你可以吗？可以，但是有些我自己再要查一下一些字。可以。这对。样的这样听到的话，听懂的话，那就是自己看书就会懂的。对，那我现在还是再说一次啊，一点点简单的说一次。那我们常常这样的了解的时候，自己看书的时候就会能了解。好，那这样那个是这个里面今天说的是。用着色嘛，西顿记得就是那个用着色嘛，就是那个妈妈家里的妈妈的意思。心顿记得是非常害怕，记就是害怕的意思。那个记，好，我们家给讲记就是害怕的意思。心顿记得，然后呢跟爸爸说，家里的爸爸说，要着色落位真的是的，要着色落位真的就是他的帮偏器的意思。新的就是气的意思是啊，新年，然后呢，你的感觉习俗，你的感觉就是这样说了，意思是这样子的。好，怎么说呢？那这样说了，这样是什么呢？这个是 direct 说的，要不就先到做些路不落，大给俺的手边西半地，大声说呢，你的感面的凶，我骂你背面红，对，要不就先到做些路了，爸爸你听一下。然后呢，他给俺的手比西巴的，我的那个肚子里面的怀孕的那个孩子，意思是这样子的。打给俺的，我的那个整骨里面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手把在的那个洗半的，那个是孩子，这个孩子这个里面的孩子，这个大松松呢，只是去了3个月，就是说了这样的，你的概念的凶是这样说出来的，意思是这样子的。大松鼠呢，只是3个月去了，你的概念的是，面的是就是这样说了出来的，只能说了，
오만이 빼면 홍， 然后呢，若瓦生界汤切，若瓦生界汤切就是有一切有其的意思，所有的不特切罗的意思。对，然后呢，这个里面呢，连着于对岸的站立，连着于对岸的，连着于对岸是什么呢？地下的那个痛苦要离开，意思这样子的。第二的那个地下的那个是对连着于，然后呢，台湾的电报机器，台湾的电报机器要舒服快乐，意思是呢，所有的不特切罗希望快乐，不要痛苦，意思是这样子的。这样说了，意思是这样子。好，那这个是他自己的妈妈，她说，耶稣干了西巴马兄，意思是呢，我年轻的时候没有生孩子了，意思是这样子的。贤就是年轻的意思，说嘎就是牙齿白白的时候呢，那个西巴马兄啊，西巴马兄就是西巴就是孩子，马兄就是不生出来了。那给扎嘎了，给扎嘎了的意思是呢，老了头发白的时候呢，洗把永远的，洗把永远就是那个孩子生出来，这个就是对。然后呢，这个是讲究性别只把嘎来，布迪萨多的转世怎么可能不是的？意思是这样子的，讲究先把就是布迪萨多，第八就是那个转世。嘎啦伊就是怎么可能不是的意思是？对，然后呢是什么呢？他说，贝哈贾布就是一个护法的名字，贝哈贾布长处就是木水，magic 木水一年度可能是这个他的那个 magic 护法的 magic，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对，因为涅槃度也是这样子的。对，那贾嘎贾波，印度的国王，成年公王前就是戒律很严的意思是，成给那了，公王前很严的。对，大了，现在呢，大了就是我电源永远都就是一定是不好的放射可能会来，意思是这样子的。啊，到了简称记到编称记，到了简称记到编称记，那个家是呢，那个大了就是我，那个家是什么呢？我们的平常是家是家不，那个家是我们那个怎么说呢？怎么说？大陆的国外一个是家，印度的国外也是家，这些都是简称。那讲车的意思是呢，就是那个国外的那个戒律，然后呢，简称就是西藏的戒律，然后呢，另外一个是霍尔就是一个国家的名字，以前一个国家的名字，一个混成记就是他们那里的一个戒律是记，所以这样的戒律不一样的有三个，所以三个的那个呃什么罚 punish。对，是勇往直前，可能是他们的那个法，我的应该是这样子的意思是，对。然后呢，他怎么做呢？他想做是这样子的，很高高的山上去丢下去的，意思是呢，早日通过的意思是呢高高的山，这就是 peak 最上面的 drop，这里冲就是 jump。最高高的山那里去丢下去吗？意思是这样子，冲击手，或者是呢，要冲击山的意思是要跳下去想的意思是。那另外一个是求我前部就是大海的那个丁，就是那个大海的最深的地方，就是丁那界给所界就是那个自己杀的意思是。那个拿着的战争不借干啥借的拿着的战争不借把借就是自己杀对借对，还有另外一个借给手要自己要受伤吗？或者是呢让车的让就是自己那个人车那个车就是那个刀子呢枪啊这些都是车卡，那个是车毛产那个出那车。那后面另外一个加撑恰是什么呢？我们打架的时候用的东西都是撑恰。
现在乌克兰、那俄罗斯他们中间用的这些都是枪枪、枪呢、bomb、刀子，这些都是枪枪，对，枪。然后呢，他说让在自己的那个刀子呢，这些都是杀到自己妈的意思是让了家，让在让了家就是自己的刀子，打在自己妈家里，是给说这样过世吗？对，是就是过世的意思是，给丧就是想这样过世的意思是，自己想自己自杀的想自杀的意思是，所以另外肩膀到另外肩膀就是痛苦，肩膀就是有痛苦的我，对，肩膀有痛苦的我，落地就是那个。怎么做？你教我一下，意思这样子的。对，做练习就是我怎么做，你教我一下，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现在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先到这里哦。那伊丽丝还那个了解吗？呃，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我重看这个前面这对，些，就重搞，应该比较好。对，慢慢看，慢慢看，谢谢没关系。格西人。好的，这个不是讲翁错的话，马里边，这个是讲翁马里边没红吗？对，肚子里面夹的意思是对。好，不错的嘛，没问题，对吧？好的，那我们那个现可在呢，课不好意思，课点可以问开始了，问题吗？可以啊，你啊，说。中间有一个他遇到那个，诶，DNA 不好的事情会来，对不对？这个妈妈，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那这个跟那个三个那个守那个严格法律的国王有什么关系吗？因为呢，我们那个，比如说我们看不到自己做错了什么什么的时候呢，那我们都说那个我们自己做错的时候，我们看不到的那个，比如说看不到的国王呢，看不到的这些会罚我的时候呢，那就会来不好的事情，对吧？比如说我们吃喝的时候也是，我们说看不到的这些是障碍呢，这些都是电影。电影就是炸案，可以说炸案电影用就是应该是他们会罚我的，应该是这样子的想的，对，因为所以，自己做错的时候呢，就是不一定是要看得见的，有些就是看不见的，这些都是会罚我们的，这些就是哦罚的意思是。哦，所以那三个王跟那个什么白哈，他们不是人就对了，可能是不是他们不是人就对了。嗯，他说的是这样子的，对哦，了解对。了解。因为我们有很多护法呢，什么什么做错的呢，他们会罚我们啊。那我们哦卜卦的时候，你错了什么什么，这些会说啊。哦，了解了解。我刚刚看以为那个国王是就是跟他同一时代的人，结果是是，护法。了所以解了了解了，谢谢。他怕的是这样子，所以他想自己杀死的。哦，对，了解了解。好，到这里的那个故事了解一下的话，下面的故事很好听哦。这个上面的这些都没有了解，那个下面的故事，那有一点难了解。因为呢，一般的故事不了解的话呢，那一般故事不会了解的。那这个下面是我们下礼拜学习呗，要紧的给几顺说，就是爸爸这样说了，回答的是这样说了，所以这个落地西就是那个为他爸爸，那家里的爸爸，那家里的爸爸会下面说的，那爸爸是那个他的梦是会解释的，这个下面是我们下礼拜。我们不要太多，太多的话会头晕的。好，那我们的那个班长，我们现在到这里哦，你帮忙提一下，下礼拜我们到哪里？好的，好，那我们的课本看一下，我们课本好久没有开了，我们的课本看一下。
不好意思，课本到哪里？你的应该手机指是64页。64这里。嗯，好的，这些说过吗？都没有说过。好，那这里我们可以天天太难也不行，那今天是比较简单一点。好，那拍给录的内在当播解析就是 focus 是什么呢？萨康打卡了，餐厅跟餐厅里面的吃饭。别了，迪拉北比卡拉拉给这边，这里找到西藏的菜吗？迪拉是这里，北巴就是西藏的卡拉，就是西藏的卡拉，然就是那个 get 拿到找到吗？拉给这边可以找到吗？可以拿到吗？对，然后就是拿到的意思。巴黎我这没有马戏把我这香榭街巴黎那店的联络起给看那个是投票，然后呢再聊。好，这些应该没得。说这里面联络好嘞，那个我们的那个伊丽丝，你帮忙念一下这个。哦，blockchain 的章节是看能看了，嗯，我图去做答题啊，ทุก咧ขอ大扩大大卷大扩卷ทุก个这突击。对，说这的讲解，说这的这个课程，说这的讲解就是写完以后，读完以后，萨康南卡拉阿对餐厅里面点菜的时候，记住大地图呢，记住大地图呢，就是说呢，简单的句子。其实就是句子，搭地图呢是简单的句子，图呢，然后呢，过大这图给就是那个能讲话，能让他们了解，对，过大这图给是要他们你怎么说，一定要让他们马上要听得到的，就是这图给。好，那个是打折，就是那个今天的那个打折是什么呢？就是给，就是要的意思。那卡拉阿的北捷突给就是卡拉阿的北捷突给，那个给就是那个点菜的时候能要用，对，卡拉阿的就是点菜的时候，卡拉阿就是点菜，那时候呢，北捷当突给能用的意思。好。那那个彭作者嘛，你这里念一下。给罗马啦，啊，中康党七种啊，上车送啦，耶巴杜啊，那就结果哦，不错不错，很好。给给姐老妈老师对学生，然后呢，扎当那个是扎当就是翻译啊，pronunciation，扎当就是 pronunciation，汉当这句就是句子，那个生出来的说出来的那个造句的句子，这就是。然后呢，让家儿说好的地方都是年巴的，一定要按这些给，一定要说好，对，然后呢，这样子就好了。那出差记呢，干妈将俺你给几个这些比提车糖，干妈叔叔嫌俺你糯米给这些比提车银。1个小时当中15是老师的讲话的时间，那45是罗马一个这些比地区，
那45分钟是学生的讲话的时间，给他这边的确影响。好，好，那个里面，像其实我这没有，其实这当其实就是新的这当就是那个发音，结果就是 activity。详细的测试呢，着陆线呢，其中人的天然的基地设计，下面的这些是好好的读，然后呢，一个记者读5次，念5次。其中人就是一个记者，天啊就是5次，基地设计5次，再念的意思是好，那个是 setor 的意思是呢，就是那个我们的 menu。呃，插电，menu 写错，那写错的句子的话，小秀写错是这样，对，那个帮忙，那个我们的那个秘密，你帮忙那4个句子，3个句子吧，好啊。瀬戸、嗯シャプスは、嗯瀬戸新ドタン、嗯ボス、ボ、ブチャ、ガラ、ブチャ、シン、ガロナン、嗯あ、逆、カラマンポ、ソイン、嗯あ、タ、ドゴ、ドゴ、逆ソン。那个第3个句子的意思是什么？啊，这个是吃饱了，对对对，巴拉很好。那我说写托是那个菜店呢，菜店嘛。然后呢，菜店。菜店的记者小树的是什么呢？服务人，对，waiter，我们说英文的是 waiter，就是小树啊，服务人。然后呢，写托是这档，给我点那个菜店的，给我 menu，对，menu 就是菜托，是这档给我一下的意思。不是啦，好。你说是点菜这个菜单吗？对，菜单就是在做哦，菜单。我说的菜点对吧？菜单就是在做。好，那伯家就是那个酥油茶，西藏的茶就是伯家。那伯家的那个造句是什么呢？阿拉伯家是阿鲁囊，对，帮我点一个酥油茶，也是这样子的。点一个酥油茶就是阿鲁就是点，囊就是点，帮我点一个酥油茶，对，阿拉伯家是阿鲁囊，帮我点一个酥油茶，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阿鲁呢就是帮我点一个，好，加就是那薄的意思，加。那胶是薄的，那胶的那个造句呢？卡拉蒙布西有，卡拉就是食物，蒙布西就是吃很多饭的，卡拉蒙布就是卡拉就是食物，蒙布就是很多的，西有的意思是已经吃了就是西有。打这个叫素，打就是现在呢，这个就是肚子，叫素就是饱了，打这个叫素，对，现在肚子饱了，对，是这样子的。好，那个我们的秘密，你把那个加的造一个句子啊，然后呢，的那个造一个句子，毛嘎萨跟加嘎萨加2个字的句子做一个句子，rule sentence 造句。好，那这个下面3个，那个我们的那个班长，你帮忙念一下这3个。嗯嗯嗯嗯，정지
嗯，嗯拎起来也难拿，长子多种路上呢。嗯错啊，嗯嗯，我猜的错啊，钱不多，突击切，嗯嗯嗯，눈啊，嗯 눈卡嗯，拉能啦，눈만 보， 马路上呢，卡拉能啦，눈만 보， 马路上呢。对，很好很好。好，那个长子就是那个蜂蜜 honey 的长子。好，那林家就是柠檬茶，就是柠檬茶就是林家囊了，柠檬茶里面长子就是 honey 蜂蜜，多少就是一点点。鹿肉呢就倒一点点的意思，倒一点点，肉就是倒，对。鹿肉呢，一点点到一点点蜂蜜，意思是这样子的。好，然后呢，浊啊，浊啊就是那个味道，浊啊，我们说味道浊啊。然后呢，我猜的，我猜就是那个这个青菜，浊啊全部都就是好吃的意思是。我猜的浊啊全部都那个青菜好吃哦，意思是这样子的。我擦的爪哇全部都爪哇全部就是好吃的意思，对，突击切就是谢谢的意思。然后呢，那个嫩就是那个我们的油，然后呢，卡拉能拉菜里面嫩就是油，馍馍就是很多马肉肉呢，对，饭里面不要加很多，不要倒很多油，意思是这样子的。好了，能了，能么不？马路上能，对，好，那个班长，你是能跟我猜，他们两个造一个句子。好，这个下面呢，好，那这个三个是给忘去了，好，你念一下。好。辛抱か嗯らで辛抱る。嗯辛と嗯辛抱的被nga m o 嗯ちっちゃ、嗯えちぎゃわでちっちゃさらかぶよれ。这样子就好了。好，那行不就是好吃的意思，对吧？行不，那卡拉的行不豆那个饭很好吃。那青豆就是那个水果，那青豆梨贝阿木豆那个水果，梨就是那个水果，贝就是非常，阿木就是甜，这个水果非常甜，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七家就是那个咖啡，对，七家，西加瓦的错，西加瓦的是外国人这些，西加瓦就是外国人，西加瓦七加瓦就是外国人，得错就是那些，七加啦就是咖啡，搞不有的，对，外国人那些比较喜欢喝咖啡，对，他们喜欢喝咖啡的意思是，对。好，那个下面还有一个，那这个是我们喷错人啊，你念，초코, 아, 음, 초코투나, 수보라, 펜치레, 对，很好。秋口头呢是不了平给的，秋口就是那个热水、开水，通呢开水喝开水，苏泊了平给的，苏泊就是身体对身体好，意思是这样子的。好，那个我们的那个汪柱，你说那个心下几个心就是那个木头，那个 tree 这些都是心。然后呢，豆的意思是呢，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头也是一个豆，所以那个是豆，心跟豆两个分开的造一个句子。好的。好，那个不做中嘛，你是缺课的造一个句子。好，那个我们的那个伊丽丝没有了，所以伊丽丝你是
他呢偏的做一个句子。嗯，那其他不是啦，的呢？帕拉偏是对，他那呃偏的那个做一个句子。是有用吗？大人呢，他那偏对，嗯，这新阿拉偏给名度。嗯，给人小么？我戴起那帽子出去了，但是我没有穿了，所以小莫偏头马术。好，那我们学一下下啊。那现在呢，这个是我们65页的。好，啊，不好意思，这里有这个，这里有一点点那个是解释一下下。好嘞，那不用了。好的，那给我斜视线那个先哪个到嘎呀到布拉偏偏执，阿三加对对，跟加跟毛啊嘎三啊，是吧？这两个吗？好，给我现在可以。斜视线说也可以哦。잠시 정오 열도 추 차고 동나 야不远。可惜了，我写好了，好，你是哪一个？我是开水好的，说。啊。남시怎么阅读？남시怎么阅读？就差不通拿也不远。我背不的。就这样子吧。那些掌握也读出操出国操通拿也不读，可以。好，谢谢。好的，那个咪咪，
好，你说小がから新聞社が报啊？有げ呃から新聞 hot food spicy food 呃，が你报有看了新聞社が报有阿拉四倍新聞社が可以可以，报有嗯，啊为啥要搞か破？さんげどうも呃 boy sakala para sipen mampo kapain tanda ge dogo na yo dogo na nai 啊，这样吗？我说かさんげともsipen mampo kapain nga nga ngapain ordered 阿良嘛，点了很多热的菜。阿嘞，嘞是这样子的，我的谢谢，可以。ka nga sipe saya kapo ye kasang nge chopo nyam to pepe sakang na la sipe mompo nga pa yin tere choko na ki do。你说的是这样吗？这个我刚写的是可以的，如果要对对，改的话，我可以改呀。谢谢。你想象的是这样子吗？对对，谢谢。那就好了。那个另外一个有没有？没有，不好意啊，思。好，那个，可是呢，哦，可是呢，你说，这个偏啊，怕哪偏？哦，怕哪偏？我不是很懂，但是我想，呃，切切啥嘞？切切啥呢？苏嗯，布拉偏去嘞可以。对呀，这样就好了。哦，谢谢兔姐姐。
简单的说的话是这样子就可以了。셀사나수보라핑기래，对，这样子就可以。偏就是 benefit，我们说 benefit 就是偏，有好处什么什么的。对，偏内就是坏事，偏就是有好事。对，好，那有没有有，嗯，说？这当帕拉给，嗯，怎么说？这当帕拉给才这当帕拉给帕嫩汤才我给多，嗯，扒了给卡拉，好的，那个没有关系，你说的是可以的，但是我是为了你们大家的再说一次，那个我是简单的说一次啊，弄拉可以说弄拉，扎弄扎弄就是那个裁那个头发的那个什么名字，就是弄了扎弄当。撒弄撒弄就是那个吃的那个油，撒弄我弄，我们说我弄就是那个擦脸的，那么了沾弄的撒弄我弄，还有可以说那个什么多弄，那我们的那个美豆给弄那个太阳的你妈美豆给弄，这些有点这样子就可以了，我弄说。也这样子也可以。那么了，咱能当，谁能我能说，蒙博也对，或者是我们可以说，咱能共钱不多，对，能共钱不多，这样子说可以。对，还有不要吃旧的油，能拧巴马萨，能拧巴马萨，对。好，那我猜，嗯，老母嘛，长毛药妆，它罗伊我才说话就是很苦，怎么说？啊嘞，罗啥嘛都俺的，罗面嘛。南溪土木业渣大类，而且看地图，这样就可以了。我猜的就是那个我们的青菜呀，老我妈那些种么叶子，老我妈就是去年，那些就是天气长么叶子，天气冷了，所以呢，大陆以后在今年的那个青菜都是，今年大陆以后在芒桥啊，今年的那个青菜大部分芒桥啊就是大部分卡地人就是枯枯是枯枯的。卡地就是枯枯的，是卡地人，这样会影响吗？嗯卡地就是那个枯枯的，对，嗯好，那我们可以这样说，我我是去菜市场为了买菜，然后呢不小心就狗狗养我了，这样子说出去。那心
好的，那查尔迪拉、新东、满布、粤北、我可以。满布、粤北，葱巴、雀、新界、拿、满布、拉图、嗯，葱巴脆，新界南路芒波，绕土，可以。新的意思，这个是新的。好，那菜就是那个 jungle 就是树木里，那菜就是那个树木里，那个很多很多的那个树很多的那个是就是我们英文说的是 jungle，那我们那个树很多很多的那个里面就是哪菜，地了这个哪嚓很大大的这个里面，新东就是那个树木很多很多的意思，蒙古也边有。所以从八区的意思是呢，做生意的人，做生意的人，新界就是那个树木头采下来的意思，捡呢，我蒙不拉图意思是能拿到很多钱，木就是钱，蒙不就是很多，拉头就是拿到的意思，嗯，对，can get 多的意思是呢。好，天元的中台禅寺拉康吉多，啊，对对对对对，可以吗？我继续讲吗？还是要停一下？可以可以，好，那我你现在再继续。说一次，再说好，天元中台禅寺，啊，中台呃，台词，台湾中台禅寺的拉康吉多拉，好嘞，多了，嗯，多拉诺布嘎尔 keep 满波西月嘞，诺布加西尔马木，诺布加西尔，嗯可以，嗯，我对，刚刚要讲的是那个如意宝珠，模拟好嘞，宝珠，诺布嘎 keep 诺布嘎 keep，好嘞，可以说台湾中台菜色给多了，嗯诺布伊多了，诺布伊。那个我也不知道，没关系，没嗯，关系。那个好，“斗”的意思谢谢，就知道就好了，好的，“斗”的意思是了解，对吧？对对对，好，那我可这个我们其他人为了其他人，我们可以说“斗”就是那个是一个是心斗，那另外一个是裸斗。裸斗是什么呢？裸斗就是铁里面生出来的，这些都是裸斗。对，然后呢，另外一个是心斗、裸斗，那搞砸下这个最斗，这是释迦牟尼佛的那个头，就是最斗。
对，然后呢，可以说几度嘛街，几度嘛街就是不用担心 run business me 几度嘛街，这些都可以这样子读。对，新度、老度、知度、几度嘛街，这些都是度。对，好，那应该没问题的。几点钟？哦，差不多了。好，等一下我们的那个清楚里面放了，然后呢，其他的那个朋友的写的这些都是要了解啊，自己不知道的那个朋友写的不知道的也是自己会啊、新的字啊，对自己是新的字，所以这些要学一下。好，那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那个是内容是，我这个比较简单的，比如说我没有说那个是下几个形嘛，形是什么？不是什么呢？那看是什么呢？那是什么呢？那这个一个字一个字我们没有说了，应该是我那个是主是什么？两个加一起的主啊是什么？这样我是什么呢？我是什么？菜是什么？我菜两个一起加是什么？这些也有，因为你们的那个学历很好，所以这样说的话也是你们会新的字拿到了。因为如果我们说的话不说的话，你们只是知道我猜而已。那我猜的那个是，比如说另外一个家，俺那种啥那种俺那种我那个我是什么呢？那个代表是什么呢？就是绿绿的，对我。那那个我们绿色就是温波有后加字，俺啥俺的俺那种温呐温，对，那我是代表是 blue，还有可以说绿的我，对，我们说的时候南温波斜还有斜的时候俺那种温呐温，对，菜的话我们菜什么菜都可以啊，青菜呀、荤的啊，这些都是菜呀。那个我们的菜市场买的这些都是菜呀。那我们煮饭的时候，跟那个饭一起吃的那个菜都是菜呀。对，那菜是榨菜呀，什么都是可以说这样子。好的，这样多多了解一下。那我们今天下课，下礼拜见。好，谢谢格西，谢谢哥姐啦。谢谢，感谢。好，谢拜拜。谢。